这是台湾闽南语的标准腔36号符号，36符号是偌济个，就是遮尔吼。足简单的吼，我来读一摆吼，预备开始。p p m b d t n l g k ng g h j q x 换字词词加字，过来的是 r o e a i e o u an n ang n ong n 这就是无的迄个尾流吼。过来就是啥物原变调号，就是遮，你也要变调，你就会知影吼。但是会迄个阿爸把你吃掉，阿爸怎么把你吃掉呢？来，我要把它翻出这个，例如讲，阿爸把你吃掉，为虾米？嗷啊，就是用中的这因为变调过啊，时阵伫伫中，所以伊是中的嗷啊。食即个阿爸把你吃掉，食了后，伊是剩中的，所以爱读过嗷啊。第二个是啥物？过，但是过是顶啊悬顶下来才来啊，所以爱叫做过啊。阿爸吃掉之后变成过，变成过啊，悬顶的吼。第三个就是路了后，伊变调了后变成这路头骹嘛，所以讲这会顶啊悬顶来，就变成路啊。第四个扫，嘿，U 大扫的扫，伊变调了后变成扫头，扫啊，变成扫啊，嘿，扫啊。这与悬顶顶啊悬顶来才来啊吼，就变成扫啊。但是塌掉的塌掉变成塌啦，嘿嘛是顶啊悬顶来啊吼。过来第五项，袂变做袂啊，是伫中尔吼。所以这是阿爸把你吃掉之后，食了后，伫你中叫做袂啊。过来第六个音，咱跳过第七个音。第七个音是啥物？树啊，但是树枝，但是吼，伊即马无假音，阿爸把你吃掉，甲分中甲悬尔，所以才是中的音是树啊。第八个就是哎哟，这是啥物？是阿公无哈？是药啊药，南部读做药吼，中药吼，但是会变做药房是即加一个变调就变药房，但是呢，阿爸把你吃掉之后，食了后变做药啊，因为这是伫咧中的一个变调吼，这是边仔中的，敢看两边安尼硬起来的时阵，阿爸硬起来的时阵，会顶啊边仔去，吐到边仔，吐到边仔的是中吼，所以这是药啊药房嘛，所以讲中药房药啊，所以讲即个音伫咧南部有三个音，但北部是中药啊，会拄啊好伫遮吼，中药。所以讲北部较歹记吼，但是这阿爸把你吃掉的拄啊好，南部较歹记啦。阿爸把你吃掉就拄啊好，会当甲北部的迄个药啊的音，甲南部的朋友讲清楚啊吼。嘿，所以讲菜仔是啥物？菜头，菜仔，菜，啥物？菜，啥物？白菜，南部读过白菜。就是菜头就是变调了后，就是菜仔，所以是中的吼，所以这阿爸把你吃掉之后呢，就伫咧中变成菜仔。好，咱来读一下吼。
后仔、鸡仔，悬的吼，乳仔，悬的吼，趖仔，悬的吼，踢仔，悬的吼，过来鸡仔，中的吼，好，过来是，第六个跳过，树仔，中的吼，腰仔，中的吼，菜仔，中的吼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全部的台湾闽南语标准腔36符号，包括迄个原变调号，佮有阿爸爸一调的即个变化，好，哎，就到我遮。